年才出生的，我1974年就创业，所以呢非常的年轻。台大经济系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，但是念硕士啊，这个那么也是啊然后再回来在台大这个念博士，现在我跟他讲博士边做再边来念，但是呢，我为什么今天的郑重的推荐，就是说将来我们要选三峡区的立法委员，一定要选啊，他们要能够有国际观，懂科技，懂经济，所以说像这么好的人才，又是本地人啊，上江民啊，所以他的父亲呢，你选他一个人啊，我们过去李委员，现在还有土城的卢嘉诚这个委员，都会一起来共同组织服务团，让给大家服务。三峡的土城要改变，它必须要先从经济结构的改变，先从产业的结构的改变，从科技含量的改变，因为它的交通地理位置，再加上它的人文的基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讲这一些，就是说这是我第一个挑选。那另外一点很重要，我创办的公司鸿海公司，它的总部就在土城。我们呢现在也在调整它的产业的结构，也需要有一个这个地方呢能够有新的产业政策，能够把这个人呢送进立法院，替三峡、替这个土城来发声。比如说这个李嘉靖李静怡呢，他跟着我，虽然只有4个月，可是我发现到非常的认真。这个有一次他爸爸跟我说，到你去上班以后，3个月才见一次面，我说干脆搬回台北，搬回到三峡来陪爸爸，要接他爸爸的衣钵。那最重要的，这4个月我跟他的相处，我觉得他都起得比我的早，睡得比我晚，尤其是呢，我交给他的事情，每一件都可以顺利的达成任务。我觉得应该他的初期的4个月的这个新兵训练，目前我认为是合格的。那么现在我要办郭台铭政经学校，他也是我政经学校的重要的培训的一员，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立法院的老立委，再加上有我，再加上我们政经学院会一直给他培训他，就是怎么样以发展三峡土城的经济为第一要务，怎么样来推动郭台铭办公室的政策，像0到6岁有国家帮你养，100岁100亿的身障基金，还有呢，我们要推动工程师有其屋、公者有其屋的政策，还有推动